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帘幽梦，只不过是噩梦。现在我们说话的声音要小一点了，因为气流稍微一大的话，这些幽莲就会粘在一起了。这些帘子呀，是一种虫子制作的，人们叫它幽莲虫，是一种扁角菌纹的幼虫。它分泌出粘性的丝，垂下来，用来粘住飞来飞去的小飞虫。一旦粘上，它就感知到丝的震动，爬过去把这个虫子吃掉。幽莲虫做帘子的地点很有讲究。第一，要选择空气流速慢的地方；第二，这个洞顶不能太光滑，要有一定的支撑结构。只有极少的地点可以满足这样苛刻的条件。我在大洋洲啊，还见过一种叫新西兰织网菌纹，那个更厉害，它能挂在洞顶上，它能发光，但是呢，光特别弱，需要把所有的灯都关上，然后眼睛适应半天黑暗才能看见。据说那个光是用来吸引猎物的。中国呢还没有发现能发光的幽莲虫，但是随着洞穴探索的深入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